台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群阿群妹。今日阿群妹好，爱同大家来分享吼。福起来咧，其实一直以来手机当中，台湾优质咧农产品、农作物，今日爱同大家来手机大家当好的巧克力。大家想到讲巧克力，就会吃到讲也是外国的东西啊。不过其实也按多年来的台湾，屏东也只蔬菜，悄悄的有一些咧，哇，产量开始有的哦，按用口数的开始出来。头摆要同大家有小结讲，不过今日节目当中要来同大家来小结其中一个产销班哦。细细个来分享今日节目地度邀请到的来宾来分享来自屏东的邱俊文分享。大家好，我是来自屏东可可产销班的班长邱俊文。好，分享俊文来到呢节目当中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吼。上来人家个产销班按到 TC 巧铺，怎么讲人家一开始会成立按用的，借由 TC 巧铺，还会成立一个按用的产销班。其实产销班的好处，如何讲啊？我哋个蔬果的时间，可以有的遇到天灾，有的东西的时候，还可以用产销班的方式，屯农民吼去申请一些补助啊。因为有农业团体来讲，我申请嘛有个方便。啊，特用作物产销班第5班现在正在办结。第5班。第5班是我们的班级，但是 TC 巧铺是我们的品牌。对，品牌是以行销巧克力是以 TC 巧铺，但是收购可可做后置是以第5班为主。顾总，你同时是第5班的班长以及 TC 巧铺的老板这样子。不用，就是对啊，就是合伙的。用他来做就错嘞。同埋做台用他做啦。对，不过其实头摆啊，第一屏东也只蔬菜，东东也是种槟榔树。跟人不讲，有冇想到讲而来改做可可树？其实种可可提个5、6年前来讲，是因为阿爸对邱氏那大哥，以优先推广，所以讲这时间啊，人都睇在家推广大行啊，都推买一些来种啦。啊，那可是种的时间，因为前2年是还没有果实嘛，还想讲模仿的人都先不用给啊，利用种植自己的作物。但是等到以2年以后，可是足够的哦。等咱开始讲模仿，因为那以前个是收购迄树收购体位嘛，因为讲啊，等即个要来学一些，最基本的加工，对，都体位安尼，啊无都东西搞不赢啊。哇！唔过一开始用会想到讲，爱转到乌卡来做呀可可按用嘅事业。哦，其实做巧克力是一个营养啦，因为当下个时间，路面都讲，因加工的都体位去买人。我们都安尼效益咁蛮好，啊，你有几时个样本上讲啊，无法度样本会变去，因为quite麻烦，时间有一步嘅，有知道有遇到困难，上爱风险。因为其实发酵也一团喺冇用好，对，也时间会放quite长，啊，伊个等种嘅面积冇quite大嘅话吼，一摆咱伊时地嘛，我囤quite久嘅时间，咱可以买一摆嘅体位嘛，无一次5、6公斤、2、3公斤。哪一本人叫人家恐怕会欠唔贴手啊。啊，我囤的都20、30公斤，那一叫的时间都有些随便3、4个月以上。对，对我们来讲会觉得说，感觉比较没有那个经济的效益。古时候按用都压下，既然有一个产销班以后，你知道从头摆个体户的检查的那一片。其实后面路面都讲，我等咱可是路问讲啊，无有你会处理那个果实嘛。啊，其实都是一个老师，伊都讲魔法伊嘛，想要研究可能会用来处理那个。啊，伊可是我们是帮他做收购啦。对。他收购的拿币，安尼。就是跟其他的农民来买体位。结合其他的农民买果实。哦，买果实，从果实开始。对，从果实，然后买路本那个老师。啊，后面路因为量数的也越大，啊，果的路也越大嘛。慢慢的路。我收购的量已经冇法度在设下去。啊，我等路想讲魔法，拄好个时个屏东又办一个课程，很多第1届的可可培力计划。所以讲我路面都阿蒙我落台，路去上课，路做后置。哇！
其实做呀可可做巧克力，对可的果实、可可的果子爱做成变巧克力，其实也是一个动复杂的过程。因为大家有看过可可本身吗？可可本身就是一粒看起来像木瓜一样，比木瓜再小一点点。按呢里面的果实係啪啪嘅肉，含個底部有鹽，係用佢底部嘅鹽拿來做巧克力。哎，這個可可本身就是可可的果實，含個可可的鹽，還沒超過，吃起來完全冇巧克力的味道。唔過其實做出蜂蜜暗號是全世界太人甚至都暗中意嘅巧克力，故所其實也高產地度非常的複雜，對不對？同大家來紹介一下整個可可製作的高產應用。其實可可製作的過程底部來講，像為什麼我們會要求愛人一定要數夠的，愛人唔會數體位。對啊，真的數夠字同數可可豆的差別在哪裡？就是你的中間有一段的製作流程，你的掌握要很重要，就是尤其是以中間有一團很多發酵嘅塊，因為發酵嘅塊有，其實不知道你喺米體爆過的嘛，不過爆出來的時間。以愛人摕去處理的話，細粒的、有蟲的，或者是你要外觀底部有侵蝕到，愛人全部都會接下，因為品質愛人要顧嘛。以愛人喺農民的立場來講，當然全部比下一啊，因為愛人那比較多東西可以換錢嘛。對啊，我們自己對品質要求來講，第一，太小的或者是有蟲的。甚至發芽的，我們都要挑掉。故事假設你要的是先收購果子給發，果實拿回來，你們會先第一個從果實開始，先做一個第一輪的挑選。對，就是打開來了以後，鹽跟鹽的部分先開始做挑選。鹽呢，我就要先挑好的，太粒杯嘛。那些公雞的空包蛋，我們就丟掉。七角田嘅薄嘅嘛，我哋可以看到有發芽啦，或者是芽草莓成熟啦，對，或者是蟲害啦，我們都看得到嘛。你喺天氣它都進到發酵以後，你喺假設我用嘅東西過後，你都發酵，都更容易掌握一個發酵的曲線。故所其實像係可可發酵這種東西啊，這個發酵這個步驟，對於做巧克力來講，它嘅目的是什麼？其實以做巧克力來講的話，發酵決定一切，除非說你是要做那種調味的，調很多東西的，你要是做原味的，發酵就決定你的風味了。哇，不過像我哋講，其實世界上有懂得做巧克力嘅廠商，佢哋是直接買豆子，所以等於說豆子前端的要得發酵啊、挑選，都是已經在農民這邊就決定好了。他們是有的時候會用合作社收購的方式，就是我跟當地的一樣是大型的合作社做購買，對，但是那邊的應該是說地理的風氣不一樣的話，風味一定會因為它那個地方的會有差。台灣這邊就是我們現在只能就是先把基本動作做好，把自己發酵這一段先把它做好，把巧克力先做好比較要緊。故所發酵過後，接下來的可可的製作的流程是什麼？發酵過後就是當然就是一個時間漫長日曬嘛，因為你要曬到它的水分比要6以下，這是重點。因為你沒有曬到那個程度，地很容易發霉。那第二就是風味有的時候會有一點點澀澀的，因為我們有遇過這個問題。對，後面我們買測水器之後就有改變掉。哇，故所聽說要用日頭曬，可以有其他的烘乾方式嗎？其實我們沒有去嘗試過這一塊，我不能說不行，但是我是覺得太陽是最好的啦。對，尤其啲屏東吼，日頭暗辣。其實嘛，沒呢，有像我的巧克力有個特色，有的人你還買過一次的以後，他會覺得我們春夏秋冬的味道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哇，這其實我覺得就是來自產地最精品的這種巧克力，佢會有個特殊的感覺，對不對？因為日頭的狀況冇同樣，你睇會米敗發酵的拿捏冇同樣，你一定味道會多少會有一點點差別。對，發酵決定一切嘛，就是我們也沒有加其他的東西，對，就是讓發酵去決定它的風味，我們就是
用一点点糖去点缀它，就这样而已。哇，古时候用亚白当天数嘅机会吼，本大家来认识一下，马街按到台湾嘅精品的巧克力，可能佢产量无按到，不过夾嘅風味天初喺當天片咯，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個進來。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意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小記來自台灣屏東當優質嘅精品嘅巧克力咯，是我們的 TC 小鋪。剛才有講到其實愛對coco那個果實果子做到變做巧克力，其實愛經過非常多嘅步驟。我們是不是剛剛講到了？其實已經講到了發酵啊、日曬啊，跟接下來嘅步驟，我們再繼續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其實接下來的步驟就是日曬結束之後，它就已經變成外面屬於原料了，原料豆。哦，就會一般大廠收購，我們就是買原料豆，就是到日曬。日曬結束之後，它就可以就變放在那個倉庫裡面，然後用除濕機，它就可以保存。就按呢就做的保存。嗯，接下來就是接下來的。接下來就是進到製作巧克力的階段。製作巧克力的階段裡面，烘焙它當然就是另外一個重點，烘焙的深度就是你的熟度跟深度，就是會影響到巧克力保留的原味的多寡。哦，其實巧克力有點像咖啡，就是你淺焙的時候，果酸味的明顯香味會比較明顯，但是深焙的時候會變得苦味比較重。原因在這邊，就是烘焙可以用，第一它簡單，它重點就是把豆子烤熟嘛。第二就會你可以去拿捏，也還可以輕跟重，對，就在這。古時像按你這樣子的烘焙，以 coco 來講，按用胚差唔多要幾度土來胚。其實米跟你呢做法冇共樣啊，按來的呢攏焙的比較輕，比較淺，希望保留其果酸的這個味道，對不對？果實的原味比較重要。果實的原味，跟撒下來嘅鋪就。脫殼都會講啊，以可可豆蘿蔔有個膜嘛。你可以把膜剝開，就只剩下裡面那豆仁。哦，豆仁。鹽的部分。鹽的部分呢，你按所謂的粗膜都會講啊，先用個那咖啡機有嘛，先推大面。哦。變得顆粒比較小。哦，但它有的喂。以你筋膜機的話，也實膜嘛，一磨下塗一高，按太粒的東西。哦，先打它有的喂，然後再進去第二次更細緻的。哦，在筋膜的部分的話，就是大概是48小時左右。它的那個豆子的那個細度才夠，就是入口即化。哦，哇，它撒下來就是很專業的巧克力調溫。巧克力調溫的部分，那就是調它油脂的溫度，入膜跟成品。其實現在桌上都看得出來。對，比如講像呀，它面頭前有擺3D，其實看起來都很像這3塊，它是不同的，這個叫趴數嘛，對不對？分別是75，韓國85，韓國95。那我現在先問一下，俊文，同大家來分享下，生來外面的巧克力上面有寫75%，那到底剩下的25%係乜嘅東西？其實外面的我們不方便在這邊更去改嘅。我們自己的本身來講，就是除了原料以外，就是只有糖，而我們用的也就是蔗糖，台陽的蔗糖。對，因為 Noble 有可能會有，比如說把有的胎部分的胎蟲，像我們比如說在外面的可能超商看得到的巧克力，其實你翻過去看它後面的成分。它可能是沒有寫可可脂的，可可脂肪的那個脂是冇可可油的，佢係用其他嘅油來替，可能用椰子油，可能用棕櫚油去把它本單嘅可可油出替換掉了。所以你就得講，Noble 嘅可能沒有辦法判斷剩下的25%是什麼東西。唔過俊文就得同大家來分享，其他的純呢就會同聽聽，冇其他嘅。對，故說呀哈3D 看起來強用，應該要先生那啲下吼。一般平常巧克力以甜。從甜吃到不甜。甜的可以試試，甜的係金黃色的。金色的哈，用包裝來看，因為真的是看本身看不太出來，顯色75%的。75%的。哇，其實75%對我來講還蠻甜的哎，我覺得這個甜度我很能接受。韓國眼珠將先講眼拿到數紅的感覺。
我的手现在有一点温度，拿这个巧克力奶吃豆，它已经被我的手温有一点点融化了。没错，这就是纯脂的巧克力的特色。纯可可脂的巧克力的特色。对，它的可可脂其实比较不耐热。嗯，对，它放在手心上一下子它就会化掉。真的，按你拿到你去吃的，哇，怎么软的那么快？很快，其实真的很快。对。而且你要讲顶下做一度红嘅米是。除太猛啊，熊熊给暗副饮哦，也是都懂熊给你刚刚讲的，就是果实的香味，它感觉是很浓郁到已经有一点点有点就是冲出来的那种感觉，因为它会有一个回甘的感觉。对，所以它的果实的，这应该是果实的酸香味吧？因为应该吃有一些的酸咬的我们是讲说，就是这个东西就是它的果酸味，就是它的果酸味的部分。因为应该是咯，应该是说，有一个味道就这样子散出来的感觉，要同头牌太感印象当中，巧克力好像都是很苦的味道，感觉不太一样，很苦。对，其实种香的，而且都有它专名。真的是有一点回韵，对，回甘的感觉，很好吃。下下来75% 吃完，oyster 本身这个对紫色的是85%。10%糖分其实它还是会有蛮明显的差异性。真的，某 Q 央，你要吃起来我觉得好像有多了一点坚果的味道，比较明显了。没错，75%的话，因为它有糖分，糖分在味觉里面，有的时候果酸味的呈现会比较明显，对，你会吃起来觉得比较酸。85%的话，因为它的糖分大概只剩下15%，它的坚果味会慢慢挥发出来，好神奇哦。对，坚果味出来以后，它的酸的味道跟坚果味以后，它反而味觉里面反而觉得没那么酸，变得比较适中。哇，我觉得85% 很适合我，因为其实也是巧克力，有赏时它是一种对我来讲，工作的时间、做事的时间，有赏时很懂 Q， 需要一点疗愈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吃一点甜甜的东西，但是你又不希望它懂那个，嘿，希望它好懂酸，还有懂好吃，这个就是那种吃下去有一种很享受的感觉。没错。非常好吃，它的风味是有层次感，它已经不是零食的层级了，它可以再升级，有没有到享受的这种感觉了？上好了，人就会来挑战最苦的。其实巧克力在做的话，对，它应该不能说是苦，我们应该就是苦感、副感慢的啦，感慢的。因为印象当中听起来95% 就会很苦，不过我刚刚还贴片脑，它太 healthy 的。其实我也没有感觉到苦味，不会，它就是有点干的，干，然后坚果味还蛮重的，而且就是反而果酸味消失了，对，它没有什么酸味了，反而比较沉重的坚果味在嘴巴里面绕。那我觉得还有吃到有一点点像是烤面包烘焙的那种味道出来了，对，没错。哇，因为我头先6样以前我还问句问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生了呀3种。趴数不同的趴数，给 Q 咪会检查懂吗？其实真的会还蛮明显的。对，其实真的有很大的差别。故说，因为想到讲想要做呀3种某 Q 给趴数，还有做其他的趴数吗？其实之前后面是有做65，后面有做一阵子65%，对，因为我们要做让客人回去泡牛奶。65% 适合泡牛奶，就是我们是想说，就是让客人泡牛奶，对，后面就想说。感觉连我自己都觉得，因为我们的巧克力比较偏原味，有点果酸，对，所以说你泡牛奶的话，尤其我糖分帮你放下去了以后，有的客人反应就是会有点酸酸的，对，他们比较不喜欢，对，所以说后面反而我们就是直接就是逆道而行，我们就是做100%的，但是100%的反而接受度很高，真的，因为其实尤其中北部来讲的话。养生的意识比较明显，它讲无会是按甜的，100%如以对人来讲，如1日1粒，保养安尼。哇，巧克力拿来做保养是100%哎，100%他们就喜欢吃，就是纯度比较高的巧克力。对，因为它就清淡水，基本蛋就是巧克力本身这样子。对，我们制作的方式，像在100%来讲的话，我们就是没有再添加其他东西，就是只有把它磨出来以后，直接就封装。调温之后，没有不调温，也连调温都没有。因为我们那个100%的巧克力的话，会建议就是原料输出，我们想要做的是原料这一块，只是说没有想到。
直接食用还是那么多人喜欢。对，韩国沙下来除了这个100%的巧克力以外，韩国来同大家说嘅，大家都懂好的其中一项甜点就是生巧克力。生巧克力，春奶的理解就是巧克力加上鲜奶油做出来的。其实外面对生巧克力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叫做松露。松露也是生巧克力一种，只是制作流程是差不多啦。好吃。对。这个就是零嘴了，就是很享受的那种零嘴了。对，这个配咖啡超好的。哇，它好软哦，而且它在嘴巴里面，它的奶香味好明显。两个鲜奶油用在同来头白色勾跟某马该用。对，我们用的鲜奶油是比较好一点，就是。应该算是法国品牌的鲜奶油。对，它的奶味很重。故说，其实像冇 Q 用嘅 Q 冇 Q 用嘅产品，就做得哈服冇 Q 用消费者其他嘅需求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分享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鍾英權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紹介好來吃台灣屏東精品的Coco精品的巧克力巧克力，同大家來分享。剛剛上一段阿權妹其實已經有說過誒，其實有75%、85%、95%，按用嘅巧克力適度誒，係特別保留家嘅原味的果酸跟果香，也係人家的特別想會做出嘅特色嘛，對不對？我的以梦本客人都吃到的是原味，对，轻盐蜜。故说我们单枪做的做安永吃夹式的巧克力，其实没做在哪里做其他，像是这个甜点呀、冰淇淋、北内铺意式的冰淇淋，意式的冰淇淋，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像做安永的巧克力、安永的冰淇淋啊，加个巧克力的趴数，它的苦度会几多？其实我们做这个冰淇淋，我们的趴数是用95%巧克力去做的。那蛮浓的耶，它的浓郁会比较明显。对，而且这个我们的冰淇淋有个特色，就是它的连果酸味都有保留到。对，真紧，而且我觉得外面的冰淇淋有一个，就是如果它乳化的太多，你会吃起来，虽然它非常非常的滑顺，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可能会那个。对。而且你们吃起来，我觉得应该是因为它想要降低它鲜奶油的比例，所以吃起来是有一点点像冰沙，一点点微微的冰沙的口感。鼓手唐贡俊文为了要研发这个，应该说尝试吃这个巧克力的冰淇淋，其实你要得吃那种豆白。嘿，我能吃一笔啊，不饮吃啊，吃的都来的不会觉得腻为止啊。所以一次吃吃一笔，然后吃到自己不会腻为止。对啊，因为你测1-2口都很好吃啊。对。那你要是测整杯的就不一样了。而且也唔但像刚好有讲到有巧克力基本难的味道，还有一些些的果酸味，还有这个牛奶鲜奶油的香味也非常的浓郁。因为泰嘎就底下巧克力同这个牛奶是非常非常的搭配，非常 match， 对不对？鼓手这是95% 做的巧克力的冰淇淋，不过泰嘎唔吃小，它不会很苦，好吧？因为还有那个在个嘎头，还有加一点点鲜奶油，它其实它就比较没有那么苦了。对，鼓手也是冰淇淋，韩国我们等下有冰淇淋哦，刚刚有讲到有100% 的巧克力啊，阿 Q 莫我来挑战一下哦，这个就是没有调温的，就是用豆子直接去做磨制了以后。封装起来的，我才拿一下手就融化了，就在我手上了。这就是原子巧克力。这样拿大概3秒而已吧，它不会苦香香的，然后它的坚果味很重，然后坚果味重，然后我觉得有一种植物的味道，那应该算是这一支巧克力特别的风味。而且我吃到你刚刚讲懂饮食呀是用养生的概念，对，就是他们会喜欢，就是1天1颗保养身体这样子。哇，鼓手泰嘎迪后，Any 巧克力已经不只是零食了，它其实已经渐渐变成一个养生的食物。其实我们会做这种高趴数的，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们不太希望说自己，因为相对下来零食的东西在外面的售价就会比较低一点，但是你要是有养生的价值的话，
你的价格高一点，其实客人还是会接受。对，因为其实像coco油会对身体懂好哎，它是好的油脂。没错，没错。对，所以单枪有这个100%的巧克力，其实还有其他的编发哦，还有做这个酒香的巧克力，对不对？我们其实懂你去欧洲啊，就会去买那个有加威士忌的巧克力啊，什么酒的巧克力啊。就在地来讲，你要的七嘎州的酒香的巧克力是什么口味？我们自己做酒心啊，我们讲叫酒心巧克力，对。但我们自己做的酒心巧克力，在我弟弟在做的话，他不喜欢用国外的酒来做，所以说我们的酒心巧克力比较特别，我们是用高粱酒去做的。哇塞，是用高粱来做的，今天可能怕阿權妹喝酒之故上冇帶本愛食。所以它是酒心巧克力，用台湾嘅 T-C， 用台湾嘅可可做的巧克力，还够用台湾嘅高粱，用它拿来做。夹心的话，我们就是挑大湖的草莓酱去做，对，就是还是以在地元素为主。都是我们在地的特色。单枪按呢，韩国韩州的拿来做茶，coco用的来做茶。其实这个可可茶的话，它是一个，它要做这个东西，它有个要求，就是你看高斯工我们要做一条龙哎。你做那个东西就比较没有说服力哦，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可可的外膜哦。你一般来讲，你要是不是自己做，你做进口的巧克力来讲的话，可可豆会发啦。哦，你的外膜是有疑虑的。因为不用在选的方研究嘛，有讲到讲都会有发霉啦嘛，对，或者是细菌啊什么的，黄曲毒素那些东西有的没的嘛。但是我们的做可可茶的话，我们东西都是自己一条龙做到尾。它这个东西最怕的就是你，像我们在日晒的时候，对，我们采的是高价日晒，它比较不会去接收到地面上的污染物，对。我们在烘焙之前，我们也会把豆子清洁过，等于说它的皮是干净的。所以敢做可可皮果茶，就表示家个coco嘅身上嘅工厂全部会懂腔力嘅，对气感有新型的产品。对，因为你泡出来的茶那种牛呢，你讲这家还没懂啊，讲多某个东西。要很清澈。对，我们的茶泡出来是很清澈的那一种。古手起身后，人家的懂用心 ，TC 巧布非常用心，第一做巧克力的事业，coco 给3年。其实人家的许多现场还会有这个 DIY 的活动，对不对？其实 DIY 是今年才开始去做这个规划，因为来的呢，工作室已经回到我们的农地上面去制作了，所以说我们会想要说搭配这个东西，有推一些 DIY 的课程。古时候许多现场做得做哪条 DIY 跟其实我们的 DIY 最简单，一种如果现场做坚果的巧克力，就是我们会给你黑巧克力，你们可以做坚果去做布置，对。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会比较技术性的，就是教各位怎么做生巧克力。对，回去了以后你们也可以自己买巧克力去做生巧克力。好棒哦！古时候像按用嘅 DIY 的课程啊，假使讲天时机头前的观众朋友也都想要去参加，做点用的来预约，还是来报名？都要提前一参，因为我们人大部分都在外面跑行销，就是可能要在前10天或前1个月的时间给我们准备。因为其实东西要准备要时间啊。那人数上面有限制吗？最好是15到20人会比较好15到20人，古时候提前先注文一下，先预定一下，就做得去体验这个巧克力的 DIY 哦。韩国其实今年 TPA 也有抢军文来到现场，就会来同大家来分享一类概念，我都 bean to bar。如果说直接老给反州国语的话，就是豆子到巧克力块。对。生了呀，黑嘛该意思啊？如果头头拿出来一个制作流程，冰土巴的意思，如果讲我的去体会，可是做的都巧克力，因为萝卜有的厂商也并没有做这一项流程，对，就等于说它是从一半开始，对，有的时候是用粉回调，或用其他的方式，我们不说，但是我们讲，从豆子做到巧克力的话，它有很多东西不好拿捏，包括你豆子的油脂，你体会油脂，像前一餐没。很流来，对，它会油脂降低了，我们要怎么去克服这个问题？对其实我们遇到降低的问题，我们就可能要用其他豆子去补助它，但是你豆子没有做下去之前，你完全不知道说会有这个问题，对而且后面的你油脂出来以后，你的调温部分，你要怎么去掌握那个温度的调整？因为每一个巧克力的
温度都不太一样。对，你调温也是一个技术啊。古手像按用 bean to bar 就会对体位开始从头到尾一条龙的这样子的制作跟过程当中，就这对表现出了第一个是产地的特色嘛，还有技术的展现，就是你的产地的风味的对特殊性。对，古手其实同大家分享一下，在全世界做得做按用精品的巧克力的国家可能有哪些？南美洲、非洲比较少，南美洲会比较多。南美洲对啊，以东南亚的话，那边很像菲律宾很像也有一些。对啊，接下来就台湾。就嘿，你台湾诶，对，古手其实像按用台湾，起家就有按优秀诶这么棒的农产品，NT 想要来好好支持一下。假使讲天时机头前的观众朋友，想要来听叫给发做的用版同样的联络。其实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北部地区都有一些展售活动。我们有我们的就是 FB 的网站上面，对，搜寻 TC 巧铺，对，搜寻 TC 巧铺就 OK 了。我们北部都会有一些展售活动，也不会有间断，中南部也都是还有蛮多的档期在跑。哇，古时一车就会想要来到亚台湾的优秀的农产品推荐本大家哦。今日咩神文俊文来到节目当中，谢谢俊文。咩神文各位天时机头前观众朋友，为收看休息一下，等下听听运动欣赏，共下来听同一下。